張伯，你今日返香港復診三高點啊？哦，好好多啦，醫生同我減藥啊。咁犀利，你食過咩嚟啊？我梗係食咗啲好嘢啦，你聽下我講啊。好啦，我哋就聽下張伯點講啦。中山隱世生活，血管返老還童的10年秘密。鏡頭視覺提示，畫面從香港微對到車水馬龍的擠迫街景油化淡出，轉場切入中山三鄉綠樹成蔭的林蔭大道，暖陽落葉，環境清幽，背景音樂搭配舒緩木吉他老歌，氛圍自由活引子一場離開香港的養生賭局。5年前，65歲的香港老打工仔張國雄，也就是街坊口中的張伯，做出了一個讓全家親友反對的決定。他賣掉大角咀那間300尺的狹窄唐樓，告別擠迫陰暗、高壓節奏的香港生活，只身拎住行李，坐上跨境巴士，定居中山。當時所有人都不理解，最擔心他的大侄子特意到車站勸阻：叔，你血壓高，膽固醇超標，醫生都說你血管硬化得像40年舊水喉。香港醫院密集，急症方便，你去中山人生地不熟，萬一血管出事，心梗中風，誰來救你？面對親人的擔憂，張伯只是淡然一笑，說了一句看透人生的話：仔，香港的醫生只會教我吃藥控指標，但中山的陽光與好空氣才會教我怎麼好好活命。5年後的2026年，所有人都被結果驚呆了。如今70歲的張伯，完全沒有同齡老人的老態，他面色紅潤，健步如飛，每日在旗杆公園晨跑，一口氣做30個掌上壓，毫不費力。最新體檢報告出爐，醫生當場驚呼：張叔，你的血管彈性比50歲的中年人還要好，堆積多年的壞膽固醇幾乎清零，簡直是血管逆齡期。沒有人知道張伯沒有吃名貴補品，沒有做高端療程，他的逆齡秘密藏在中山各大超市裏，10樣被營養師私藏的平民清血零食。更沒人知道，正是這幾年在中山鬆弛、有趣、接地氣的退休日常，慢慢治癒了他一生的都市勞損。這是一場真實可複製的退休養生故事。第一章：天堂退休生活，趣事滿滿卻暗藏致命危機。剛定居中山的第一年，張伯徹底解鎖了夢寐以求的退休日子，也撿回了遺失幾十年的生活樂趣。在香港一輩子朝9晚5，天天趕地鐵追進度，連好好曬太陽的時間都沒有。來到中山後，他終於慢下來，還結識了一群可愛的街坊，發生了不少溫暖又好笑的趣事。初來乍到，他最有趣的適應過程，就是學過中山慢生活。剛搬來的第1個月，他還保留香港的快節奏，買菜走路都急匆匆，結果被街市大媽笑：阿叔，你係香港落來嘅，行步好似趕返工。一來二去，街市的攤位阿姨都認得這位香港來的張伯，每次見他來買菜，都會主動幫他挑新鮮蔬果、壓零頭，有時還免費送他一把青菜。幾伙枸杞，張伯也慢慢融入街坊圈子，每日晨起去茶樓飲早茶，學住本地長者嘆茶吹水，一籠蝦餃，一碟燒賣，一碗老火靚湯，慢悠悠坐足半個上午。閒時跟小區老友去公園甩風箏、打太極，偶爾參加社區的長者茶話會、手工活動。最讓他開心的是傍晚的旗杆散步，一群退休老友邊走邊聊天，時而笑談街坊趣事，時而分享養生心得，日子過得有滋有味。但正是這份太過舒服的退休生活，讓他放鬆了對飲食的警惕，差點釀成大禍。長年高油高膽的飲食，放縱的吃喝習慣，讓他本就硬化的血管雪上加霜。2022年冬至，天氣微涼，張伯特意邀請幾位相熟的香港老友來家裏圍爐聚餐。
滿桌海鮮、走地雞，吃得盡興暢聊。突然間，他後腦劇痛，右手發麻，手中筷子應聲落地。他想說話，舌頭卻僵硬不聽使喚。眼前畫面旋轉發黑，心底瞬間被恐懼淹沒。血管倒了，我要中風，他換了。老友趕緊將他緊急送醫。經過一夜搶救，張伯撿回一命，但醫生的診斷讓他徹底清醒。你的頸動脈堵塞高達70%，血管內壁堆滿膽固醇油垢，像生鏽滷水喉，隨時血栓堵塞，引發大面積腦梗塞。吃藥只能維持，不改正飲食習慣，再多藥也救不了你的血管。躺在病床上，張伯看住窗外夜空，徹底想通。他來中山是為了養老活命，享受生活，不是為了躺病床吃藥度日。從那天起，他決心發起一場血管保衛戰。第二章，偶遇營養師鄰居，超市尋覓清血秘訣。出院後，張伯強行戒掉所有肥膩點心、煎炸美食，卻陷入了新的痛苦。他天生嘴饞，下午、晚上總想吃點零食解饞。我一想到三高，血管堵塞，只能硬生生忌口。原本歡樂的退休日子變得枯燥壓抑。就在他最迷茫的時候，他在小區偶遇鄰居陳女士。62歲的陳女士氣色絕佳，精神飽滿，完全看不出年紀。原來她是香港知名私家醫院退休資深臨床營養師，鑽研心血管飲食數十年。張伯向她吐苦水，現在我什麼零食都不敢吃，一家人都防住我，養生養得一點樂趣都沒有。陳女士聽完哈哈大笑，直接點破盲點：老張，你搞錯了，養血管不用戒零食，而是要會選零食。超市裏藏住10大最強清血零食，都是天然血管清道夫，連我自己都天天囤，偷偷吃。這句話徹底點亮張伯，他立刻請陳女士帶他逛超市。這一場普通的購物之旅，徹底改變了他的血管狀態和晚年生活。從此，張伯的中山生活不只有悠閒趣事，更有了科學養生的方向。第3章，超市10大清血零食，第10至第7名，溫和清理血管垃圾。兩人推住購物車，從零食區、堅果區到乾果區，陳女士逐一向張伯科普，每一款都是針對高血脂、血管硬化的平民好物，簡單好買，適合日常堅持。第10名，無鹽黑豆鉗。黑漆漆的黑豆看似普通，卻是最溫和的血管清道夫。黑豆表皮富含天然花青素，超強抗氧化，能阻止血液中壞膽固醇氧化變成硬化斑塊，同時富含植物固醇，會在腸道搶走膽固醇吸收通道，減少人體脂質堆積。無鹽烘焙的黑豆脆口解饞，是零負擔的日常零食。第9名，無調味開心果。很多人以為堅果油大傷血管，其實開心果含珍貴單不飽和好脂肪，能降壞膽固醇，性保護血管的好膽固醇。其豐富的葉黃素、玉米黃素不僅護眼，更能為血管抗炎抗氧化，減少血管慢性發炎。每日20元粒即可，切勿暴食。第8名，85%以上純黑巧克力。控糖人群並非完全不能吃巧克力，高純度黑巧克力富含黃酮素與表茶素，能刺激血管分泌一氧化氮，放鬆緊繃血管，擴張管徑，加速血流，穩定血壓。每晚2小塊，如同給血管做溫柔按摩。長期吃能保留血管彈性，預防硬化。重點是避開含糖奶味巧克力，只吃高純度無添加款。第7名，無糖無花果鉗。天然無加糖的無花果鉗，富含超高水溶性膳食纖維，進入腸道吸水膨脹，包裹膽汁酸與多餘脂質排出體外，倒逼肝臟消耗血液化膽固醇，同時高鉀低鈉，能平衡血壓，舒緩血管壓力。每日2至3粒，溫和調理代謝，適合銀髮族群。第4章，
前5名黃牌清血好物，逆轉血管老化核心秘訣，越靠前的零食，清血養生效果越強，也是陳女士私藏多年的養生王牌，更是將白血管逆齡的核心關鍵，簡單易得，適合大眾長期堅持。第6名，低糖純日麥餅，全麥脆片，日麥獨有的 β 聚葡萄糖，是全球心臟權威認證的降膽固醇纖維，不僅能吸附腸道油脂，還能滋養益生菌，促使腸道發信號給肝臟，減少膽固醇合成。下午餓了替代甜點，麵包2塊熱麥餅配溫水，飽肚無負擔，長期食用穩定血脂。第5名，完美核桃，核桃不止補腦，更是血管守護神，它是唯一富含高濃度植物性 Omega-3、Alpha、亞麻酸的常見堅果，能緩解血管發炎、軟化血管壁、預防斑塊破裂，有效延緩血管老化。每日2至3顆，長期堅持，穩固心血管狀態。第4名，無調味南瓜子，南瓜子富含鎂元素，參與人體數百種生化反應，專門放鬆血管，穩定心率，緩解血管痙攣，改善血壓波動，搭配維生素 E 與植物醇，抗氧化，保護血管細胞，是3高人群超適合的低成本零食。第3名，原味無鹽海苔，避開高鹽調味海苔，純天然無油炸海苔富含海藻多糖與牛磺酸，能稀釋黏稠血液，加速血流，預防微小血栓形成，同時代謝多餘膽固醇，低脂清爽，解膩解饞，是可以放心大口吃的清血零食。第2名，奇亞籽，細小的基亞籽是頂級超級食物，泡水膨脹後的果凍纖維，超強吸附腸道廢物與脂質，高濃度植物 Omega-3 能降低身體發炎指數，修復受損的血管內皮，從根源改善血管堵塞問題。每日一隻搭配飲品，簡單高效，男女老少皆宜。第1名，無糖希臘乳酪，這是10大清血零食的終極 boss， 正宗希臘乳酪露除乳清，高蛋白，含活性益生菌，依託腸道血管軸原理，調節腸道菌群，主動分解食物膽固醇，減少人體吸收，同時放鬆血管，穩定血壓。陳女士公開私房黃金吃法，無糖希臘乳酪為基底，加一隻基亞籽，幾粒核桃碎，集結前3名王牌食材，一碗就是頂級血管修復餐。第5章，養生趣事不斷，5年堅持見證血管肌。自此之後，張伯把這套清血飲食徹底融入日常，還養出了一堆好笑又治癒的中山生活趣事，讓枯燥的養生變成了快樂日常。從前愛吃煎炸鹹香零食的他，現在出門隨身口袋都裝住無鹽黑豆、開心果。晨跑完坐在公園休息，邊吃清血零食邊和老友吹水。一開始還被街坊取笑張伯越來越養生，越來越自律，大家笑他戒掉啤酒燒烤，改吃堅果乳酪，活得比年輕人還精緻。最有趣的是茶樓早茶時光，以前張伯總是第一時間點叉燒包、炸春卷、濃厚老火湯，現在入座只點清茶、清淡點心，隨身帶2塊熱麥餅。一開始茶樓伙計都覺得奇怪，久了都熟悉他的習慣，還會主動幫他備一杯溫水，笑稱全流最會養生的香港白夜。小區傍晚的長者聚會，大家閒聊之餘都愛分享零食，別的長者拿出糖果、餅乾、鹹脆零食，唯獨張伯掏出海苔、無花果鉗，黑巧克力，免費分給街坊品嚐，還順手科普養生知識，慢慢帶動身邊一群老友一起改掉壞飲食習慣，成為小區有名的養生達人。張伯始終牢記陳女士的核心忠告，健康零食是輔助，絕不是萬能。3餐依舊清淡少油，佢絕暴飲暴食，遠離加工肉品，且從不擅自停服醫生開的藥物。科學調理，雙重保障，他依舊保持中山退休生活的快樂節奏。閒時散步，
飲茶、會友，只是把所有傷血管的壞習慣悄悄換成了健康的生活方式。5年時間，日復一日的快樂堅持，讓機悄然發生。2026年復診當天，當年的主治醫生對比前後體檢報告與血管影像，徹底震驚。張伯堵塞70%的頸動脈斑塊明顯縮小軟化，血管內皮光滑乾淨，壞膽固醇指標歸零，血管彈性逆轉20年，大侄子滿臉震撼，追問祖傳秘方，張伯卻拿出幾包普通零食，坦然分享自己的全部秘密。醫生隨後官宣，張伯身體指標達標，可直接減半服藥，站在旗杆邊，暖陽拂面，微風輕拂。張伯身心暢快，大侄子執意討取完整吃法，配比和禁忌，想要帶回香港幫家人調理三高。張伯微微一笑，把最乾貨的內容留給了完整版影片。YouTube 爆款引流結尾，畫面切主講人，語氣親切高昂，節奏找人。各位觀眾，張伯的故事不是傳說，是人人可複製的科學養生。他在中山悠閒有趣的退休日常，搭配簡單的超市清血零食，硬生生把硬化的血管養回年輕狀態。你是不是也想吃零食卻不敢吃？忌口養生越養越累，是不是常年三高？血液黏稠，血管老化，吃藥卻難以改善，是不是擔心父母長輩血管堵塞，突發重疾？其實養血管不用遭罪，超市裏隨處可見的平民零食就是隱藏的清血神器。這條影片裏我只講了精華劇情與中山生活趣事，10大清血零食、精準食用劑量、黃金搭配公式、避行禁忌、超市挑選技巧，以及營養師獨家的血管保養流程。不管你是熬夜久坐的年輕人，還是需要調理身體的長者，這套方法都能幫你清血管、降三高、恢復血管年輕狀態。記得點讚、收藏、轉發給家人親友，一起遠離血管問題，健康養生。我們完整版影片見。麻煩大家免費訂閱啊，撳下個鐘仔啊，唔該晒，拜拜。